真空军第34中队乌夜部中队，今年是成军满73年啊。除了邀请过去的队员登去新竹做伙庆祝，乌夜部中队的文物馆整修了后嘛重新开放，做伙来看。看到真久无见面，过去做伙为台湾拼死的队员，大家心肝内拢真激动。今年是乌扁河中队成军73周年，伫年尾即卡刀。队员家属组织做伙，互相关心，也回想过去。那时候一点都不辛苦，那时候感觉很高兴啊。那时候年轻啊，因为就是为国家服务很高兴啊。而且我是山东人啊。每天盼着反攻大陆早点回去。现场把邀请队员家属做伙参与活动，有人想起细汉的时，阿爸就因为出任务失去宝贵的性命。小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父亲到哪里出任务，因为都是保密的关系。直到父亲在越南阵亡，我们才知道父亲是出比较机密的任务，在越南阵亡。最近整修完成的乌扁河文物馆，即马已经重新对外开放，内底展出过去宝贵的文物，阁有以乌扁河做主题的新册，讲出乌扁河的故事。新德市未来把准备把乌扁河的历史编入国小学生教材。我想没有73年前黑蝙蝠中队跟国军他们的保家卫国，他们的无惧挑战，他们跟家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交织，就没有今天繁荣昌盛、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相关的黑蝙蝠中队的相关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那未来我们会在相关国小的一个课程来去让更多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我们的民主自由得来不易。活动除了希望乌扁河过去功能的历史甲精神会当保存落去以外，也希望予后代子孙知影民主自由的宝贵。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